譚振國議員。好多謝主席。咁啊，日間兒童照顧服務咧，其實對香港好多雙職家庭嚟講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咁我同我嘅團隊咧喺落區嘅時候，聽到市民同我哋反映都話咧，其實呢一啲服務咧，先至係佢哋究竟考唔考慮生小朋友其中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咁啊，北區嘅學童人口咧喺18區入邊咧係少有咁啦，日間呢個暫託中心等嘅服務需求咧係非常大。咁啊，就住政府啦提供嘅文件啦，咁啊，我首先好歡迎啦，政府係打算喺新界北咧係增設呢個4間嘅資助獨立嘅幼兒中心。咁但係咧，其實要預計去到咧20先至會陸續去開展個服務。咁事實上咧，其實北部都會區咧，我哋由今年開始咧就已經有唔同嘅資助房屋啦，係陸續入伙同埋係咧建成。咁啊，我哋又可以預計到，其實有好多年輕嘅家庭咧就會搬。當局咧，其實呢4間嘅幼兒中喺時間上係咪真係可以無縫銜接到我哋未來呢幾年呢係激增嘅人口嘅需求呢？咁啊，另外咧，我亦都想問下喺呢幾年嘅過渡期入邊，其實有冇啲咩支援可以係俾到當區嘅嬰幼兒照顧呢？咁啊，其實係避免咗可以即係呢個服務會出現一個斷層。唔該，主席。好，局長。主席，我講兩句，跟住請阿周處長去補充。其實局長喺早兩日咧喺一個關於北都嘅論壇裏面都講咗咧，其實我哋就住北都嘅一個嘅發展配套咧，我哋會有啲嘅唔同嘅一啲諗法，尤其是一定要加強嗰個托兒嘅發展，因為咧我哋都知道北都咧係一個係新發展區，年輕人口比較多一啲，咁所以我哋會日後我哋會再去睇住佢哋一個發展。當然阿譚議員所講嘅，我哋要啲時間去落實一啲新嘅設施。但咧現時咧喺北區咧，我哋至少咧已經有皇后山同華明村咧已經有一個嘅各自有一個嘅獨立幼兒中心。咁我哋咧都會有啱啱正如阿副處長所講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其實喺附設喺幼稚園裏面嘅幼兒中心嘅。咁所以我哋會動態睇住一個嘅數量。咁睇下周處長仲有冇要補充？好，周處長。好啊好。其實咧北部大都會區咧，其實我哋都係根據嗰個人口，因為佢係新發展區咧，其實我哋係根據翻嗰個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咧，其實我哋每25,000嘅人口咧，我哋就會設置一個100個位嘅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嘅。咁而家所睇到嗰4間咧，係因為佢哋嗰個地方咧，其實已經係即係將會係有預計嗰個嘅即係完成嘅日期，即係嗰個地方嘅完成日期可以交俾我哋去設置獨立幼兒中心，咁所以就會有4間，但係其實係唔止4間嘅，因為其他嗰啲咧係佢個地未曾平整或者係等待緊嘅計劃當中，咁所以我哋將會係陸續會推出㗎啦。咁而家目前嚟講咧，喺北區我哋已經有幾間嘅資助獨立幼兒中心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嗰度其實都有一啲名額嘅。再加上咧頭先我哋提及咧，我哋有嗰個社區保姆嘅服務啦，同埋有一個學前課託嘅服務咧，嗰度咧其實係因為我哋係分區，咁我哋都會考慮翻睇下嗰區嗰個需求啦，咁我哋可以有額外嘅資源咧去增加嗰度嘅服務名額。咁嗰度因為唔係諗到去嗰個地方啊，係我哋係一個服務咧，咁我哋嗰個彈性係會比較大啲㗎啦。唔該。